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人讲千金万金难买心平安。多谢邱信杰拄则所见证，随碰拄着急难，随碰拄着困难，总是咱无失去上帝所赏赐咱内心的平安。今仔日要甲咱同齐搁进一步来思考圣神的课题，这是咱圣神系列的讲道中间的第17篇。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圣神甲咱的心。我读大学的时阵，真爱一个人的思想，这个人叫做方东梅，伊是近代出名的一个中国的思想家，总是伊伫美国受真好得他的训练。伊捌讲到一个关于心的比喻，这个心的比喻是安尼讲：伊讲有 A、B、C 三个朋友，同齐去野外郊游。伫路中，因看到一丛树，这丛树顶悬挂一粒星，一粒红拍拍的心。三个人真好奇，就徛伫迄个所在，彼此咧讨论：当这粒心是啥物人的 ？A 伊就开嘴讲。这粒心绝对毋是我的。B 甲 C 就讲是安怎毋是你的？伊安尼回答讲，因为我是无心的人。B 就开嘴讲，这粒心嘛毋是我的。A 甲 C 就问伊讲，是安怎较毋是你的 ？B 回答讲，伊讲我的心乌碌碌，这粒心遮尔红，无可能是我的。讨论到第三个 C 安尼讲，这粒心。嘛毋是我的，其余两位问伊讲是安怎毋是你的？伊讲，因为我的心一直伫我的内面，无可能走去外面的所在，吊伫迄个树仔顶。亲爱兄弟姊妹，即使你若拄好经过迄个所在，即个 A、B、C 三个人甲你抓落来，然后问你讲，即粒心是毋是你的？毋知你要安怎回答？心这个字伫圣经中间常常出现，中文版的圣经出现心，拢总有1000几解。比起咱所看去的灵，也是魂，拢搁较济。灵是532解，魂是70解。中文的心是咧翻译古约圣经中间的一个字，叫做 lab， 希伯来文的 lab， 嘛是翻译这个新约希腊文中间的 cardia。希伯来文的 lab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内在的中心，伊会通用来指一般的物件中间，介内面迄个心的中心点。诗篇46篇第2节有讲到海嘛有中心，所以诗篇的诗人安尼讲：地虽往变迁，山虽往摇动，到伫海心，就是到伫海的中央。我犹原无惊吓。有的时阵，这个心甚至嘛用来指上帝的心。创世纪第6章第6节安尼讲：耶和华看起世间人犯遮尔侪罪，伊就反悔做人伫地面上，伊的心忧闷。不过，大多数当希伯来圣经出现这个 lab 这个字的时阵，拢是咧指人生命内面的中心。也就是讲，一个人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有记忆等等，才会自我活动的一个中心。当希腊文的这个卡迪亚，一方面伊是指咱的心脏，每一个人有一个心脏，心脏若袂跳，咱就死去啊。所以咱英文有一个叫做 cardiology， 意思就是心脏科。但这个字就是对希腊文的卡迪亚来。大多数圣经中间咧讲到这个卡利亚的时阵，也是咧指一个人伊生命的中心，伊咧控制咱内在的感觉、咱的意志、咱的决心、咱的感情、咱的愿望，甲着咱的情欲。当咱的生命是对内在灵魂甲外在的身体所构成，心既然是内在生命的中心，也通去讲，就是咱内在灵魂生命的一个中心。中文圣经中间常常用尽心，也是讲一心，也是讲全心来表示咱一个人完整的生命、内在生命、灵魂的生命。诗人伫第9章诗篇第9章第1节安尼讲：我要全心感谢耶和华，我要保养一切奇妙的所做。
先知咧呼吁以色列百姓时阵，拢要求一项事：以色列百姓啊，恁着专心归向上帝。箴言这本智慧的册，甲咱讲，咱人生爱得到这种的智慧，就是你着专心来倚靠耶和华，唔通倚靠你家己的牛。但因为心甲灵魂这两字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伫中文圣经中间，有的时阵你会发现，中文圣经用这个心来翻译希伯来文的灵甲希腊文的灵，有的时阵也用这个心来翻译希伯来文中间的魂，也是讲这个希腊文中间的这个水气。咱会通对几段经文来看出这种的翻译，譬如讲，伫诗篇32篇第2节，安尼讲，讲迄个心，这个心原本伫这个原文内底是罗，就是灵的意思。心内无诡诈，耶和华无算作有罪人，这人福气。这显然是将这个罗，这个灵，改换做心。还有诗篇84篇第2节，讲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咧求救。这个所在所讲的心肠，原本是nefes， 就是咱讲的魂的意思，总是伫圣经中间用心伫这所在来解表达。除了这以外，心甲灵、心甲魂也常常同齐出现伫一个字句内底。伫这种情形下面，中文圣经咧翻译这个灵也是这个魂的时阵，拢该翻做是心灵。咱会通举两个出名的经文来说明。第一个是伫诗篇34篇第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伤心的人，然后要拯救心灵如恶痛悔的人。伊讲，若是照原文是讲心忧伤的人，然后伊的灵咧痛悔的人。耶稣捌咧讲，我的心如何谦卑，这用的是卡利亚是心，然后恁就陪我的担，而我来学习。通好，互恁的水气，就是这个魂会通得到安息。这是圣经中间有的时阵将应该翻做灵、应该翻做魂的所在，拢该翻做是心。这是因为心、甲灵、甲魂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虽望是安尼心、灵、魂这三个字，因常常出现，也常常会通中合，甚至互相调换伊的意思，总是伫本质上。这三个有缘有因各自无法度取代存在方式。伫顶礼拜，咱已经讲到圣神甲咱的灵魂。伫个讲道中间，咱有特别指出，灵魂这两字，有当时也是放做伙，有当时也是分开。这是咧讲咱的灵甲咱的魂有缘有小可差别的所在。帖撒罗尼迦第5章23节讲了非常清楚，讲愿恁的灵。恁的魂甲恁的身躯，拢会通得到上帝保守。希伯来书第4章12节也讲了非常的清楚，上帝话是活的，是有功效，比一切两面内的剑搁较锐，会通刺入，会通破开人的魂甲人的灵。所以咱会通安尼去了解，咱外在的身体甲咱内在的灵魂，构成咱整体的生命。咱要讲咱整体的生命，袂使无讲到灵魂，咱嘛袂通无讲到身体。总是当咱遐活的时阵，灵魂甲身躯是结合做伙，无分开。总是当你若过往，灵魂就离开你的身躯。灵甲魂虽往常常合做伙，构成咱内在的生命。总是人的灵直接对上帝来，是上帝甲人沟通的一个管道。所以圣经讲，人的灵是啥物货？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要照亮，要监察咱的内在的生命。但是魂是介伫灵甲体中间，通过这个灵，咱会甲上帝互动沟通；通过这个体，咱会通甲受造的世界来互动。人的魂会通接受人的灵，即拍耶和华的灯来照亮伊内在世界，然后来顺服上帝。伊就法度荣耀上帝，也彰显上帝的形象，做万美的管家来成就家己的生命。总是咱看起的是人的魂，常常过头看重家己，伊用家己最中心，伊无要来接受神对着伊的引带，上时要将即拍耶和华的灯给关掉，要照家己的意思，用家己的思想、感情、意志
来活，然后要征服万物，要主宰所有伊会通主宰的物件，来成就一己之事。所以，咱的魂伫这个所在是有变动的。有的时阵，伊是上帝；有的时阵，伊是这个世间。那这个心、甲灵、甲魂中间的差别伫倒位？咱讲心伊的本意就是内部的中心。诚侪人内在生命活动的中心，随往甲灵、甲魂、甲体拢有密切的关联，总是有特别存在伊的方式。咱要了解心、灵、魂、体中间的关联，咱来把握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这个中心。心是一个中心点。咱先来讲心甲咱的身体中间的关联。相对伫身体来讲，咱的心会通察觉，也会通来指挥咱身体无共款的感官能力的一个中心。咱的魂经过咱的身躯甲这个世界的接触。咱的心嘛是共款，总是这个心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伊是一个中心点。咱在咱的身躯有无共款的感官，所以咱会通甲外在世界互相接触。咱有目睭，咱有耳孔，咱有指，咱有身躯，咱有鼻仔，所以咱会通将着这个来甲外在世界来接触。这个感官能力，拢是你生来时阵就已经有，所以咱讲叫做天官。名字该称作天官，就是讲天所赏赐予你的官能，亲像官共款啊。咱讲做官的人，若是有遮济的官，有需要有一个军来发号施令。当这个军名字该称作是心，心内在伫咱的身躯内底，总是伊却甲咱的身躯无共款。心亲像啥物货？心亲像一个将军，也是讲一个君王，伊有文武百官。伊会通发号施令，然后叫这文武百官来做无共款的功能。所以咱的目睭，这个天官，伊会通看。比如讲，咱这个时阵坐咧，总是咱会通看到咱的讲台的十字架。当咱目睭看到这个讲台的十字架上，是咱的目睭咧看，总是发现咱咧看这个十字架，毋是这个目睭，是你的心。你的心发现，即马你的目睭。毋是咧看牧师，是咧看即个十字架。所以咱会通讲，我当咧看即个十字架，这是你的心咧讲话，毋是你的目睭咧讲话。咱的心甚至会当要求咱进一步来看即个十字架，伊到底是啥物意思？伊用啥物款的材质所构成？伊是用插头所做，是用石头所做，还是用不锈钢所做？有的教会伊十字架是用不锈钢。所以咱伫即个时阵，咱会通去进一步来观察。当然，靠咱的目睭，总是咱的心咧要求咱的心，咱的目睭进一步来看。当咱行到十字架头前的时阵，咱的心又会通下一个命令，讲目睭啊，这个时阵你合起来，你已经有看到，你已经有看到这个十字架，你会通来到伫十字架的头前，伫个所在安静你的心，来默想十字架到底是啥物款意思，然后你会通伫十字架下来祈祷。毋是你的目睭咧下命令，是你的心咧下命令。目睭会通看，耳孔会通听，鼻仔会通闻，常时因是同齐时会通共同来发生。譬如讲，你的目睭有看到你的太太今仔穿红色的衫，然后你的耳孔会通听到伊咧叫你的名，还有你行到伊身边的时阵，你鼻仔闻到伊身躯嗅香水的味啊。会通将这个目睭看到颜色，听到声，然后佮闻到这个味，同齐做伙的，毋是目睭本身，毋是耳孔本身，毋是你的鼻仔，是你的心。心会通将无共款这的感官功能，该结连做伙。所以咱毋是靠着咱身体的感官，是靠着咱的心来察觉咱所有这的外在的感觉。咱毋是靠着某一个感官，是靠着咱的心来指挥其他的感官，互因同齐会通发生作用。就即个人讲，心就亲像一个君王共款，伊是咱整个感官生命中间的一个指挥中心。相对魂来讲，心是咧调整、整合咱的魂各种精神性活动的一个内在中心。咱已经有提起灵、
会通有理性、情感、意志等等这精神性的活动。这活动非常的复杂，有的时阵甚至彼此来对立，有的时阵是彼此来联合，有的时阵是伊家己各自咧独立来运作，有的时阵是彼此产生影响。但伫这所有咱遮的精神性的活动中间，有一个对这个所在出，然后佫倒来到伫这个所在，对这个所在来发散，然后对这个所在来组织的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咱家称作是心。咱的魂的本质是咱自我生命所发现出、所发觉出各种的精神性的活动，包括咱的理性、咱的感情、咱的意志。若是心是啥物货？心是咱会通察觉咱所有这精神性的活动。心察觉到咱的理性的活动，咱家称作是心思。咱有感情的活动，咱会通称作是咱的心情。咱会通发现咱的意志的走向，咱会通开称作是咱的心意。心是啥物货？心是咱的心思、咱的心情、咱的心意，迄个发动、上时佮收回、发散，然后佮组织的迄个中心点。心毋也是会通查觉，咱有即种这精神性活动，上时伊也佮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伊会通调协调，然后来统合。有的时阵，咱的感情、咱的理性、咱的意志会产生彼此的冲突。譬如讲，咱欢欢喜喜来到伫教会，总是来到伫教会的时阵，突然间看到某咪兄弟、某咪姊妹，你足讨厌伊的。来到伫教会，看到伊好的心情变做歹的心情，咱袂堪一想要甲伊批评这人卡过来，这要创啥？总是咱的理性却甲咱讲，伊是咱共信的兄弟姊妹，咱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相挺。当咱的感情、理性、意志发生冲突，啥物人咧做这款的调和？你的心，你的心会通发挥调和的功用。所以，希望你知影你感情上你无爱这个人，无爱这个兄弟，无爱这个姊妹，你要甲伊做朋友嘛，真困难。总是你会无去论断因。你看到伊，犹原会通带着微笑、甲欣赏的态度来甲伊相处，甚至如果你的理性、你的意志拢降服伫上帝的神下面，你会通为着伊祈祷，通过这个祈祷改变一些代志。兄弟姊妹，他们记这主要所对着咱的教示，要爱为着你所讨厌、你所对的人祈祷。你的心会通做这项代志，所以心会通将咱的理性、咱的感情、咱的意志，种种无共款的活动，甲伊做一个调协，然后统合，互咱精神性活动会通愈完整，会通愈一致。但如果若相对咱的灵来讲，心是啥物货？心也有一种重要的功能，就是伊会通反省。如果咱讲魂是介伫人的灵甲体中间，那安尼心是介伫咱的灵甲魂中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当咱的魂接受这帕灯的光照，会通发现咱的心原本就是纯洁，会通谨守家己的本分来实现家己的任务。那安尼这个时，灵甲魂是同齐结做伙，心明也大光明。咱通讲，这是咱良心本真的状态。上帝原本创造咱，咱的心原本就是光明。总是咱知咱的魂会受到撒旦的引诱，为着咧追求咱身躯情欲的满足，所以有的时阵，咱会将这个上帝互咱这拍人的灵，这个拍火，甲伊关掉。那迄个时，人的灵甲人的魂就互相隔离，咱的心也开始暗淡无光。咱通讲，这就是良心的对立。也是讲良心的陷阱、陷阱。当一个良心若丧尽的时阵，伊就放纵伊的私欲，行济误会的代志。但咱的心呢？咱的心是徘徊灵甲魂中间，咱回想着有灵这种的光明甲美好，咱讨厌咱的魂有一款的偏差，甲这种失去特殊。咱怨恨罪恶对着咱的生命的管辖，咱也讨厌咱的肉体的败坏。那呢，这个时阵，咱通讲是你的良心发现，良心会感觉不安，良心会忏悔，
来承认家己的过失，来责备家己，希望咱会通搁再点倒人的灵这拍上帝予咱的顶。但对顶悬的说明，咱通知心点伫咱的生命中间是何等的重要，扮演何等要紧的角色。所以箴言第4章23节，汉文的圣经是安尼讲：你当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咱台语是讲，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你活命的根源。这段经文中间连续用2解保守，是咧加强伊的意思，表示保守你的心是非常的重要。保守就是你着爱保护，你着爱看顾，你着爱持守。当咱会通保守咱的心的时阵，咱的心就通常常发挥良善正直的功用。这个时，咱讲咱的心就是一个良心。良心这个字伫圣经中间也常常出现。conscious 这个字是对 con 甲 science 来构成 ，science 的知的意思。我即句讲良心的意思，就是同齐知影，共同来明白。良心是普世所有人类共同原本领受所有的物件，无论你是基督徒，也毋是基督徒，你拢有良心。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第2章14节到15节安尼讲，因为无律法，伊的外邦人对人的本性来行律法的时阵，希望因的心无有摩西的律法，总是因家己着做家己的律法，这是显明上帝律法的功用已经刻条伫因的心，因的良心也会通三角做干净。因的念头有的时阵互相责备，有的时阵互相宽赦。良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分别是非。当咱甲其他人交往的时阵，会通互相比较，互家己知影讲啊，我这个是非的判断是毋是伫符合共同的一个标准。所以每一个人拢有良心，但是良心毋是用某一个人来做标准，良心是一个群体共同的判断来做伊的标准。当上帝创造人的时阵，是照着伊形象所创造，伊内边原本就有良善甲正直的心。这是传道书第7章29节所讲的。上帝原本造人，伊是正直。总是当人的魂接受人的灵，即拍耶和华的顶来光照的时阵，伊的心会通保持善良甲正直。但是当人的魂将耶和华上帝的即拍顶甲伊关掉的时阵，人的心也开始拄着掠杂。伊也开始活伫黑暗中间，然后伫黑暗中来迷失伊家己。罪进入世界，世间人拢犯了罪。原本正直良善的心也受到罪的污染，正直的心也受到扭曲。原本每一个人良心会通成做共同是非的标准，但是因为伊心被污染、被扭曲，就失去共同是非的标准。所以每一个人对同款一项代志，会产生无同款是非的判断，甚至咱嘛会发现有一寡人丧失了良心。台语有一句话讲，这个人的良心却够加起来。不过，就是介歹的歹徒，伊犹原有可能顶头发现家己的良心。最近台湾有一个影片受到一人的欣赏，这个影片叫做《捉楚除三害》。这个影片是用古早的一个人叫做左慈来描写伫台湾的社会中间一个大流氓、黑道的大兄。左慈伫三国时代，伊是东吴的人，细汉的时阵老爸就过身，所以伊少年的时阵就开始放荡，伊成做一个地方的流氓，大家拢惊伊。有一回，这个左慈问伊一位长辈讲：“咱即马时机就真好，每一冬拢好年冬。”是安那？我看大家吼，拢闷闷不乐。这个长者甲伊讲，因为咱的社会中间有3个大灾害。第一个灾害就是讲南平的所在有一只虎，常常会出来咬人。第二害就是伫这个桥下骹有一只蛟龙、恶龙，常常会伫遐兴风作浪。抑阁有咱搁较忝的、搁较厉害的，就是咱的社会中间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左慈。左慈听到这话，伊的良心发现，伊知影伊毋对，所以伊就决心到伫山顶的所在拍虎，拍死这只虎，然后搁落水将迄只恶龙来杀死。当除掉这2害了后，伊也改过自新，
开始认真读册，落尾伊甚至成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一个人，这叫做左处除伤害。确实，咱伫咱的社会中间，有的时阵通听起有一寡大歹人，因的良心发现，因改过自新，咱应该接纳这款的人。不过，互咱看到搁较侪个，是袂少人原本有良心，总是为了金钱、为了权力、为了家己的意识形态，出卖家己的良心。咱要保守咱良心，无遐尼简单，总是咱要丧失咱的良心，常常伫瞬间，咱就有可能丧失咱良心。穆罕德咧，伫咧讲到良心甲着圣神这篇文章中间，伊捌做一个不只有意思的一个比喻。伊讲，咱的心就敢若亲像一间房间，咱的生命、咱的自我、咱的魂，各种的活动，拢伫这个所在咧出入入。通好讲，这个房间就是咱生命各种本能的活动、身体活动、精神的活动的一个中心。若是良心亲像啥物货？良心就亲像这间房间的一扇窗仔，天顶的光会通过这个窗仔照入来到伫房间内底，然后咱徛起伫房间内底的内在生命，也通过这个窗仔来看起光，也同时通过这个光来显明伫这个房间内底所有一切。但伫这个房间的壁顶悬有写着上帝的律法。一个人若无相信上帝，这个律法顶悬所写这个文字，已经非常的暗淡，已经有一寡字看模模糊糊、无明。总是你有缘会通看到一寡粒，有这个字的粒，总是你毋知伊的整体。总是一个人当伊相信上帝的时阵，这个写伫壁这个律法的文字，互圣神用一支笔，亮光的笔，顶头佮伊写过。所以当窗仔外的光，佮照伫这个文字的时阵，就愈来愈明显，顶悬所写的内容，愈来愈清楚。迄个照伫人房间的光，会根据上帝生成的律法来显明人的罪。一人讲伊无罪，这是伊家己欺骗家己。总是当圣神来照伫咱内面的时阵，伫这个生成的律法中间，咱做一个对照，咱知影咱有罪。毋仅是显明咱的罪，同时这个律法也咧定咱的罪。每一项的罪拢是一个污点。咱若无承认咱家己的罪，也是咱毋甘要离开这个罪，这个罪污点就继续留伫这个房间内面，一个污点刷一个污点，一个污点佮刷一个污点，愈累积就愈侪，到伫最后整个房间拢是这个垃圾的污点，连迄扇窗、迄个窗户也堆积一层佮再一层这个污点，滴到外面的光，无法度佮再通过这个窗仔透入到房间内底。那安尼，这个房间内面，这个内在生命就继续活伫黑暗中间。总是如果咱看起这个光照伫上帝的律法，互咱知影咱家己的罪，咱也承认咱家己罪的时阵，圣经上帝所留的保护，就要赦免咱的罪，就互你这个房间愈来愈清气。你认一项罪，这个罪得到赦免，这个罪无去，你的心、你的房间就愈来愈清气，内面的生命就活伫光明中间。圣神伫咱的良心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安尼，伊毋是要为着咱创造一寡新的功能，伊是要将上帝原本互咱这种应该有良善甲正直的功能来恢复，同时要互伊保持圣洁，常常维持一种换新的状态。那咱的良心有一种自我反省的能力。当圣神来照咱的良心的时阵，咱的良心会通为着罪、为着义、为着审判，家己责备家己。圣神的光愈照愈明，良心的责备也会愈彻底。圣神引带咱进入到的真理，互咱知影一项事：咱的生命原本属于上帝，常时互咱的心会通伫上帝面前得到真实的平安。当咱的心无搁再责备咱家己，圣神要甲咱讲。当咱的心咧责备咱家己的时阵，当咱有咱认罪、咱艰苦心的时阵，圣神要甲咱讲，上帝比咱的心搁较大。伊毋仅是知影咱的心，常时会通赦免咱、洁净咱的心。当咱得到赦免、得到洁净，咱的心无搁再责备咱家己的时阵，咱就会通坦然无有惊吓，
来到伫上帝受恩的宝座前，照你好大伫这个所在向伊求讨。佮既然咱所求的，就要对伊来得到，因为咱有守伊的命令，咱伫伊面前行伊所欢喜的代志。圣神帮咱保守咱的心。箴言是甲咱讲，你着保守你的心，总是圣经要甲咱讲，圣神是保惠师，伊来要帮助咱，正做咱的帮助者。其中一个要紧的工作，就是帮助咱保守咱的心，互咱良心这面通会通时时保持清洁。那安尼天顶的光就会通继续照亮伫咱的房间，互咱甲上帝保持一个听的沟通，欢欢喜喜来遵守伊的命令，遵守伊所欢喜的代志。咱知上帝听咱也对咱的心来对上帝讲：上帝，我嘛听你。咱对上帝这款的听，就毋是出自咱的血气。咱对上帝这款的听，是出自咱清气的心，甲无通责备的良心，甲无有假的信心。保罗先生伫足侪解来表明，当伊咧侍奉上帝时阵，伊基本的一个态度，甲着伊的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讲我侍奉上帝是出自我的良心。所以当伊咧侍奉的时阵，有人会批评伊，有人甚至控告伊。总是保罗坦然无惊，伊讲：我伫上帝面前行事为人，拢是凭着良心，对以前到现主时。保罗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上帝，也勉励所有要侍奉上帝的人，爱做这项事，恁着存清洁的良心，对上帝、对人，总着爱存无有亏欠的良心。良心正做咱行事为人、服侍上帝根本的一个原则。保罗先生也因为这款缘故，讲我的良心常常互圣神所感动，圣神会通为着我做见证。兄弟姊妹，这是何等宝贵的代志！圣神为着咱的良心做见证。当咱感觉有人咧批评咱，感觉有人咧讲咱的歹话的时阵，要紧的代志，毋是伫这个所在咧爬回东爬回西，要紧的是倒咱的良心。咱来问咱的良心，是毋是互圣神所感动？常时圣神为着你的良心做见证。亲爱兄弟姊妹，咱拢是有心的人。我也希望你的心毋是乌落落，你的心是红拍拍。心是咱生命活动的中心，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咱着好好保守咱的心，保持善良正直。总是咱对人类的历史甲人类的社会来看，以及咱个人生命经验来看，咱必须要承认一项事：咱的心无亲像咱家己所想象迄款的光明、清气、坚定、温柔甲自由。咱的心太容易互撒旦所迷惑，互罪所污染、所束缚。咱的心甚至侪时阵，家己欺骗家己，污染家己，愚弄自己。咱将咱的心封闭起来，咱的心就变旧、变垃圾、变硬、变定、变臭、变偏、变邪。这是有心的人可悲的所在，这是人的心的悲剧。传道书伫这个所在，咧讲出伊心内对着人的观察中间，伊所感叹的讲述。讲上帝造人原本是正直，总是人想出侪诡计。耶利米的先知也看到这种种，当初是以色列百姓有信仰的百姓，上帝的选民，因所行所做，伊对伊的心安尼讲：人的心比万米都较诡诈，歹到极头，是啥物人会通捌伊啊？总是感谢上帝，希望咱的心有对了，咱的心有行唔对，有时阵陷落伫黑暗，上帝无气杀咱。上帝通过先知以西结已经做一个清楚的预言，以英文安尼讲：我要用新的心赏赐互恁，也要用新的神下伫恁的内面，佮要对恁的肉体筑起亲像石的心，要赏赐恁亲像肉的心。我也要将我的神、我的灵放伫恁的内面，互恁会通遵探我的律例，守我法度来行伊。这是耶稣基督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成就的就是这个。
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内面，咱迄个旧的心变做硬的心，已经被除掉。上帝所赏赐咱的是一粒新的心，一粒会通换心来变化、柔软、有弹性的良心。上帝互咱原本已经死去的神，伫圣神内面得到重头生。搁好，咱通感谢上帝，是上帝伊差遣伊家己的神，就是圣神，要来点伫咱的内面，咱的心成做新的心，咱的神成做新的神，就要成做圣神徛起的所在，咱的身躯也要成做伊的圣殿。点伫咱内面的圣神，要帮助咱保守咱的心，有咱对咱的心所发出的果效，拢会通结出圣神美好的果子。兄弟姊妹，要保守你的心，毋也是你家己努力咧保守，你会通邀请圣神来保守你的心。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每一人拢有一粒心，成做阮生命内在的中心。虽然阮的心捌变歹、捌坠落，总是你已经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赏赐阮新的心、新的神。你阁要赏赐阮圣神保惠师来点伫阮内面，帮助阮、教导阮怎样保守阮的心，记得阮的心顶头出发，通结好果子。愿你天顶的光常常通过阮的良心这面墙来照入伫阮心灵的房间，互阮内在的生命常常是光明，常常是清气，通荣光主你的名。感恩祈祷，靠耶稣基督宝贵的性命。主，你保守我的心，我的力量，我会当存在你心。我光将你为故藏伫我内面，最后就会更将在我脚上的定。主，有你坚固我信心，使我归来，我会当勇敢向前行。我知不是我会转就可有错，有你引导我，我无够行袂落，我需要你。一生会活出你情，我会当正做你欢喜的行子，我的一生会当将你荣耀。主，有你保守我的心，我的力量，我。我将你为故藏伫我内面，最后就会更将在我脚上的定。主，有你坚固我信心，使我归来，我会当勇敢向前行。我会转就可有错，有你引导我无够行袂落。我需要你，我伫我生命中，我的一生会活出你情。我会当正做你欢喜的。我的一生会当将你荣光，我需要你，我伫我生命中，我的一生会活出你情。